好啦，各位朋友仔、好快又嚟到第二個單位睇啦。呢間呢就係元朗洪水橋嘅大型屋苑，叫做上城。呢個單位係細單位，實用320幾尺，2個房。咁你而家見到嘅環境呢，就係師傅喺度裝修，因為業主花重本，全屋鏟牆、清潔，換好多嘢嘅。咁入邊咧有晒洗衣機啊，都係嗰啲指定嘢啦，發展商家電乜叉都有噶啦。咁啊，重點係乜嘢咧？重點係有個小露台，第一，第二咧，佢主人房同埋廳呢個景咧都係超級無敵、無敵再無敵嘅。你揾到一丁點兒遮擋咧，都當我輸噶啦。見唔見到？見唔見到？大地真係在我腳下，不過呢個盤咧先講明啊嚇，佢就唔賣噶。因為呢個單位係只係租嘅啫，租幾錢呢？14,000蚊。不過我相信呢，呢個盤就都係白影㗎啦。因為而家喺上城嘅租盤呢，尤其是2房好短缺啊，好快肯定未裝修完就已經俾人租出㗎啦。佢都唔有租，咁啊純粹當俾大家做個參觀咯。你睇下每一間房廳，因為佢同向㗎，所以全部都係無敵景。無敵景，重複一次係無敵景觀。嗱，而家鏟咗啲牆，全部會係嘛？證明咗就唔好話吹水，又話有冇油過免漆啊？全部鏟底批灰，再重新做過。師傅而家仲做緊，油緊油，應該就擺唔到好耐。係冇遮冇擋啊！一起身打開個窗簾。哇！一望無際，唔知以為去咗西貢喎喂，係嘛？呢度大霧啊，呢個唔知咩山啊，各位朋友仔可以俾啲意見啊嚇，因為大霧睇唔到啊。呢個我又唔識，知識貧乏嚇，可以請教下。對住呢個係咩山呢？咁？哇！完全係冇得輸咯，同埋而家個盤源係好稀缺啊！一租埋呢個咧，成個屋苑咧，你都揾唔到啊！第二個呢個唔影咁耐咯，快脆影完就算啦，因為呢個盤都坦白講快走。我而家出完片，如果你唔係即日 call 我，基本上第二日我諗都8-9成機會走咗。不過俾大家睇下一個資訊，咁呢度管理就好嚴密啦，咁啊出入交通方便嘅，有巴士啊、小巴都經嘅。咁全部都直接出去銅鑼灣啊！頭先睇嗰啲天后啊，嗰樣咩地方都有嘅。